4年级的小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谜语十句是要教大家这个4到6的解释的影片。那我们先来看第4句哈。来去吃派好罗给生。这个去家就是乞丐，派就是背着。乞丐背着葫芦呢，好像这个八仙里面的李铁拐，因为那个八仙过海的李铁拐啊，他是背着葫芦嘛。那乞丐背着这个葫芦呢，看起来像神仙，可是再怎么装的话呢，乞丐还是乞丐。一样还不是神仙啦哈，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装蒜的意思啦哈。好，这句是去吃派好罗给生。好，来我们来看第5句，一个当机，一个倒头。在庙里面呢，我们在问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当机啊，就是专门替人这个求神占卜啊。那他可能会写一些我们看不懂的字啊。那这个豆桃就会在旁边帮这个乩童翻译传话这样让我们了解这个神明到底是在讲什么事情啊哈。所以这个引申的意思就是2人串通，狼狈为奸。好，再来第6句，讲互你捌，喙手拍死甲。好，这边引申的意思，这边是讲说学问深奥，要说明清楚，必须花很多时间。可是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有时候是说这个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对不对？你就会跑过来问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人家就会跟你讲说，因为这个事情的这个前后来龙去脉这个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个要让你知道的时候，这个要讲很久所以就会讲这一句，讲互你捌，手拍死甲咯。好，来这个就是讲说，这个喙手胡须都要打结了，就是表示要讲很久的意思啦哈。好，以上是我们这个谜语10句4到6的解释。那一样，我们讲完解释，还是要从第1句开始念。来，小朋友，咱来为第1句开始念。阿婆生囝真拼咧，钱歹趁，囝细汉。天顶天公地下母讲，去吃派好罗给生。一个当机，一个倒头，讲互你捌，喙手拍死甲，十喙九尻川，掠查某相加，家己在自长。看影看别人，日头赤夜夜，虽然够性命。好，今天我们的谜语的这个护照就教到这里咯。好，再会。